文斌前辈女子，但希望你轰批之噻。做之噻，将你将心。再有一张旗子，来一个毛公，毛里个一毛。嘿，周文斌想来用毛公啊，眼眼的爱这里用周公，人家当你公对公。面孔100门的起身来望，啊，就一句的。做之噻一个，哎哟，真个100面孔嘛。来时候说是周文斌的手都一满了，马上也写出来。现在百米公马的一句说明你真个，非要的5字啊，你发比眼眼的高个，那么既然真个嘛，不能帮你追个。昨天现在到周文斌为了旁队要为的要3节日里，哥哥大姑娘，你没地主娘，我们做都要。但你面不相识，哪会得门来疼不了？那因为我有个朋友叫我500两，那么那张面孔里有点像我朋友多个妹子，所以那个鱼海母海皮肉不海，大姑娘，对不是？弄错，哼，不是那弄错，是我中共干部。那么人事太岁家里下，生气早定，暗示。本来做主噻，这样你讲些不要说，电视周文斌摆了很高，现在各方面事业下来，的的确确、实实在在是想活动。姑娘，那么多分辨百女的你的对峙难语，身上讨教，哥哥都姑娘。来到周文斌去年看规划，这一见生人，两心相爱，顶托终身。来口香极乐部，来口香里的少女。这个呢，口香里的少，跟我自家口香自家，样样在哈的。这种男子们，女子。现在我的市面上想，顶顶家去男人家改动的啊，周大爷，我爱老家海浪们，那是大风呀，口香里动的，跟你那股出来嘛，高档一副摆了百姓老，来少不让相信的运动的。这个啊，那对呀，他也是不的大当啦。有十万多个房子，十万的相信的运动的，这么多姑娘，来阿家的这个房子是你个你啊，不是我的，不记得是哪个来问，真是他的呀！呸！周文斌想改得起，就你年底要我不落来这老帮我人，错得个美女呀！白女去往这嘛不是个这哈？再去玻璃，好两个里好不去。真记得。喏，我没弄的喏。乃是该的杭州人，不晓得苏州做农要运动的。哎呀，讲的苏州做农要运动的，不来听听。来哈，口上去个2五字了，也说的我在，大家听听口。大家请。哥哥大姑娘，这一毛苏州人。黎明大喜，谁叫我做事啊谁？人人称我想我有啊的。我个高到17来，好我当你大之风。龙在人送2根杯，来阿姐等我家中，风雨都是我
公子一军，欺凌私人不该为一扰，一共几乎上送嘛。嘿嘿，我玩容不清啊！一共玩了与七七妹给。没呀，没啥他的来。再句几话，是不是？这样吧，我那个西门打个玉门来讲不来听吧？哎，我们西门让多少黑天？玉门让老夫妻为人噻，大概只有我手最神。为分打出我个东门开，我东是王，也得西是王气，你都天光内之位，不楼老下也是可人。灯与红，太不出的呀！70万蜡烛地的蜡烛不给我们量一量，70万鱼坊里的鱼不给我们点一些。哎呀，跟我点点少女，哎呀，那种要名字，两飞，东个海洋一样的，我。多起用三王灯，我屋里下有着斗厅，这斗厅的屋面上一两一两的哟。什么东西呀？金刚珠，哩哩啦啦我啦嘿。本当中共一代，做子噻，身边当初的身为噻。我屋里下有着花园啊，虽然花园真可居，飞菜个顶，白鸟个蛋，金子年子来让蛋糕噻。我也是诸子奉一手，一共有3妹3妻3伯3女3。我做主噻，一生一世不为穷。豆姑娘，你阿姐的做主噻，屋里向吃点少。我们两位不晓得。来是中人家吧？今朝吃着海菜菜肉丝了，不得了着。通通的。啊，周大爷。周大爷夫上呢？莫非用的是鸡鸭鱼翅？鸡鸭鱼翅，呸！来到给他专门兵哦。我要吃点鸡鸭鱼翅，真就不得了噻！我做荣耀屋里鸡鸭鱼翅不不啦，该吃个。哎呦，你到屋里向两个对家手里夫吃过哈？那么用些什么龙呢？骨、香肉、高软皮，这么蓝色阴森，到底蓝不给？这是阿不子妈妈，你这个头了，吃的太过分。上面看，龙骨香肉加哪里的？可以说一声。龙骨香肉是一个句闲话，没人吃过。你现在的话，龙骨香肉当家长里的，他们的来自看人落地上面在那地方了。两个对啥看的？啊，朱大爷，风上来了，可真呢？用什么东西进看呀？靠！没，让我们来想哦。来，是呀，哎呦，也是呀，是的，我说话是别让你认为。
龙姑娘就最好没的。那么今朝有一个不里必杀嘛，王世王中国那里说的我，说些我不跑脱子了嘞。但这个做主赛也是有不这样子，靠人来子啊，靠来不用高粱菜，吃地少年，哎呀，富贵谁个没有谁的？哎，那是不吃做饭的噻。讲起西人啊，我谁个的哟？哦，龙担子天上去噻。喏，再有名气大高来想着不西喏，不西里向我旁与不说。哦，吕洞宾，大我谁几子？何总理，孔子我来哈代代。红水狗，热浪失望给你们说些菜。我屋里向吃个来是西菜，那这个不西里向人人谁家的嘛？有两个西人啊，我不家的。哪两个？转过来我不对，吃过里我不对。教会里多是本啊主位，转过来，我只一把个年纪啊，几张历史和围棋，这个窟窿头一进了北域，单骑驴背，这个西人啊，笨得来不像西人，为个铁瓜里，跟在围炉里向毛得烧个药，别人搞个毛病才吃得喝，根本的是搞着来叫吃喝呢，这说来叫吃不喝。笼子里打里送了一袋血结，不搞卫生啊，所以这个两个西人不干的。这个是我西人的朋友，我为西人的亲眷嘞。大家在想这个，哎呀，牛王大，怎样的呀？我不吐来哈。是我公王哟。我看人噻，西宫两噻，喂，我个高知部啊，大高来晓得，这是云里孤影，他谁嘛好云里孤影？这句话有点真的嘞。怎么说起来，做主赛的高知府，还是真的天上云里孤影啊？对不对？做主赛张面孔来看，伊个高赛搿张面孔不要紧，像天上云里孤影。所以做主赛个大屋里向，还有一点点真话嘞。不是我高知府，我对阿毛娘伊大叫。我把想想，可不知几伙人了让吃我个饭，今日是个罗江点名的呀，我也点一点。我一滴呀，这姑娘，我滴子3年为分滴出来，那还是我们遇动的人喏。在哪里？低头之前，我爱侬家后郎们，定是预备吃噻，这是否非吃？你爱追文兵，不是爱里呢？有800个百日边帮的赛，这个不是爱里同的，你是爱里腐败之人，500个百日边帮一个赛，来可下里赛子，这么姑娘。来到你初次见面，你少个让相心里谁知呢？那是你临营之日，我家儿呀，甚至弄一首诗。有些洋气不称，更不称他是谁。你那个个日子不算诗不呢，来想不出相心里谁知？是呀。来个手是阿拉身边。来拿出来，我做荣耀的呢，想。那在都正他的，咱不能拿弄的真名
出去不能看看，也就顺便挖出来。啊，这哪里？奶奶这个不是老看了个门啊！这哪里？请问什么位置呀？不灵看书了，别看句子，来讲的看题目，题目来得多，可是是非围来的光，题目来得小，就道干不灭。现在你来过该说诗啊，我引写当题目，众姑娘引写不能够激活一点点个么子，不灵的。啊，周大爷，请接着第一句。第一句，这一家铁齿谋生真。什么解释？别叫的嘞，把人家千句那个句子啊，也比你好些嘞。那一家铁齿谋人真呢，这个有句来过，叫啥也功夫深，铁草磨人真。那么个引写了还是一道真，因此那个头一句叫一家铁齿谋人真，引写是一道真。这第二句呢？第一句，男人内贵，女不生。什么解释？那引写了男人用不上的专门陪伴女人的，为此呢专门陪伴女人，所以叫男人内贵，女不生。这第三句叫谁与爱生屁股上？那个眼睛上了屁股上。这什么意思呀？我知道，看到面对不得。专门比么读书人才子高牛来要，是高牛来要做出来的句子呢，谁与爱生屁股上？这个不像高牛来要，这样说，旁鱼在里大把心开心的做大鱼事。那么告诉中国要告诉个咯，大姑娘，谁与爱生屁股上？老就是引写嘛，眼睛有盖，那么这个眼睛啊，不上了头上盖，上了屁股上盖，所以叫谁与爱生屁股上。第三句不错吧？第四句白错吧？这样，请接着第四句。第四句叫知人一世，不人人。那个是派人水文兵，哎呀，那为人啊，那为人啊！苏大爷，可也能到底你走夫妻呀？那把那个神经病了，还有是啊，两个男人做夫妻，哎呀，那为人啊！大爷这个，对，不两个人拿来。哎呦，那么上当。理想出版们我这个记得，哎呀，这都要来是刚刚来句，为啥你想要个到这都要来三鱼眼生屁股上？我只想个枪说的吹啊，对追的毛毛，我说你想要个当啊，十来个农人我当哪个当啊？说大姑娘来当我去弄清来个呀。专门兵个朋友的不朋友，我上你个当，自身本来也老，500两银子，那是老夫做个做啊？为啥？专门兵平价不治理个这样，而是啦，现在了让低下人身上不理，借来一块，那么你来户做自身可耐不愁，上那个当，400呢500两，别个今朝是不是哦？牛是不牛的，啥回事？还是眼睛上了屁股上为了不牛啦？大家能看，有好不牛？真正我可耐不出个女，有2个道理。哪2个道理？对呀，那
王东来的辰光叫天知地知，地知我知，旁人不知。啊，你不应该弄个神奴才出来帮忙啊！你都2缺1，这个是1。你放弃我刚刚来的接触吧呢？你来过不2个，写出来，5百两，来理我来对我，哟，根本人应该上当个咯。哦，有这样2个道理，不有个。这个2个道理在于的道理。咁俺呢，我去哪他们会的牛啊？啊，老祖，怎样可以牛呀？那哈牛，现在我4百两500两，我重新再来再往500两，再往500两。哎，今朝高廊下看灯的人啊，神山神海，我们当然一直在高廊看灯，叫海人都来看。叫这个海人看来不错，说明那个女啊是被得下，我4代500，为4代500吹毛一天，叫这个海人拿来看出，说明那个女被得不良，因此呢，也没吹毛一天呀，也没操逼。那么阿五子啊，今天要是心，高楼上人山人海，人家在那看灯呀。少人为了指引我是那个小娘娘，你看，一阵是吃，那么你老父亲，亲妹，那哈，是俺不来的啊，我是女大伯，来是俺娘子怎么回家出去，不一样的，你也背，我也背啊。来了年纪轻辈子像我娘娘没别致啊！来叫我找没空背像我娘娘，我必须叔叔个阿妹子。哎，你背到乡里来？啊，叫我背到乡里嘛。也叔娘，乡亲来了，小来了，这大神汉，阿达，哎，怎么样？3年个农人。那么个种猪肉，是哎呀的，那人多少不会是个样，那你先要干，我要，来，去叫一声乡下人衣裳，是不是啊？乡下人衣裳有个，因为你阿哥兄弟多，大多数人乡下里出来，这个叫得来个衣裳嘛，雨我才是上了多了，到了下面的不能一比，我不管这样与学得，追得辅导片刻，对浪的脚浪一样来付出。那，速度要来着，那么来换衣裳吧，晓得。紫色武打扮，头上像衣珠嘛，身上像面呀面孔，乡下人头发面马，头发面腰，一身乡下打扮，这个冬天，啊的，还有龙鱼海青来捉黑，哎呀，这个呢，速度要捉回海青的人，冬天不管。这个五百啊，龙鱼海青捉，哎，那，这都要有的。那给大有些多罗木的海青了，来外头这一只，晓得多罗木，少些说多罗木，包在现在说起这个叫你实施这个找河铺上噻。今朝既然真的不，我是真的不要一找河铺上噻。今朝在高浪的看灯啊，山路把你好往一头跑了，锅里啊。谁是都落我海青？哎呦，阿达，夜里想18个，还有来的斯坦，这都要斯坦人不喏，给他出队人有一根那里喏，出队人也是呀，人家分析嘛，说出队人，过来，哎呀，这都要你说呀，你这样搞的白烧这样烧，那，今次里下来。走，看，我青东京真不晓得，我只在青东京里一忙，哎呀，这都要你想要别这这，其实你都要在高浪看灯，那么这地出去啊，这地出来啊，什么这？那么你老父亲。你现在哪不来的？你们见我女来子，我们现在拉走，这不人家了，口不抽饭，听哪听抽饭的了，自家还抽饭的了，不来的，吃苦也别吃，拉走起来。你
己啊，第二个称呼。哎，这不错。第二个称呼嘛，绝对少年。哦，这样吧，你得见我一声哟。不，哎，咁么这个，我做男人来受我高知母。啊，不敢说，一不喊。一个10块不可吃亏一点点啊！咁么这个，我受阿公来受妹子啊，兄妹相称。这大声好。那不可说了。哎，现在单子高浪向去嘛，这是你叫我阿公。我叫你妹子。少人啊，不能接触少人一个字。倘是少人接触少人一个字啊，怎样？也发个。什么也发个？发生什么呀？一个字也发500两。500两，我只说这个字一听500两啊！答应个。于寿爷。背后。穷啊！我这脚底上，你们不喊你这个，只是讲真正爱惜的在高浪害人口里不臭，2个500也一起啊，才回不去啊！那么呢，爱惜的我们但是高浪是往里发到市里烧，嘿，我们烧得来专门比光火，烧得来专门比跳起来，哪怕实在发光火了，发跳起来，挨起来50种，东水东叫西葫芦的氧气性，我们这样上开，那么烧得来专门比光火呀。等到你一关后不知你想说闲话不了么子呀？说起来，哎，我帮你家狗头做主3，没好做主3个是1500两，10来1000两，再为500两。啊，我这也想翻本出人的呀，你遇着深海了还，哈哈哈哈哈！那么从现在开始哦，妹子啊，来洗头最哦。哎，后面玲玲一来着啊，我随10万个老个晓得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妹子啊，前头请我，请啊！2位高女啊，出厦门走位，第2人送到门口。这个主任啊，你先要。那么你都出去啊，你都那里门口等啊，你都早点出去，早点走来啊。有什么在？该辰光高浪向上市队上要老兄大上去，可等哎，大浪去呀！哦哟，妹子啊！你看见高浪向夹得来，走啊，跟到头在立不停啊！妹子啊，你心里开开龙荡荡，真好。李辉，请上山老爷。哟，来兄，哎呀，来看你妹妹，姥姥接龙啊！我里个是奶奶的家。下午娘娘是我妹妹。他是这个？你接2位，我谁接2位？你看我接2位呢？哎，搞不来亲。你好呢？你一个老兄，接15位，我接6位。你个3兄弟接8位。哎，遇到那个白子，你个3兄弟出来，跟你告诉老兄啊，你搬8位啊，搬8位啊。要么我可能接8位。动了不动，拿了谁不吵？哎，这2位哪接2位？我接2位。2位啥个意思呢？发动。2位就是各位，大家的意思，大家都有的要。这个接大家接2位，不是接我。那啥就接来了？哎，各位老乡。看你那年纪轻啊，面孔别致那个不到高娘开的啊！买酒可能你是个女人们啦，娘开的呀！我只想我一半斤死脱的。来想想，听了这个闲话，哎呀，气人啊！说介绍看你这个女，哎，只是想你都不觉得，你还是我哎，你都当我一样，还是真人意思，不人人。哎呀，妹子啊！谁对亲我？看看老兄大浪起，好。
真是人。忙进去一浪荡夜夜明明，但是看上去个人家，一不像做喜事，一不像办寿事，但是真真切切的人啦，那侪是那个分没自卑，自身不晓得个人家为啥？之前里向有一个人摆出来嘛，外头有个人来问你，我兄李下来，嘿，我李下出来，李下这个人嘛，所谓好来。李想往右往虎浪向抱一道灯梅来，李想是大灯梅粉红的哦，粉红的，哎呦，我兄啊，你谁高光大概动动手，嘿，看看人嘛，先灯浪向单子一列，每天浪向小的少，每天浪小的是这妻子和但吃脚一样，我兄弟当个少。我当个叫牛角一烧，哎呦呦，烧给，总算把我切一切，烧个菜头，菜头是分容的啊，两只毛笔，拿手去把它先抽离时啊，没好，一些位，仔细一听，哦，却原来里向当灯梅粉红的，哦哟，仔细想，我顶欢喜当灯梅。做事人单位去个结婚上收的，等那高浪向隔来隔去，还不少米的。李想去对一个秋子的地位不可。妹子啊，是哥，俺听见李想是大真梅粉红的，走马狗顶呼吸粉红的，高浪向隔啥的。哎呀，等那李想对一个秋子啊。妹子听啊，给他不报门票的，随便少人谁还进去的。不过在里向不像个人呢，肚皮里向谁也有眼粉的，那么看了像上面有米的，家庭是肚皮里向胡做三岁个人了，对个秋子没米的，谁也会出来。两位高牛要在大天浪向姿势不大，真是看了清。哎呦，太尉一点点，啥么子？哎呦了，太尉一点点，仔细一听啊，
这个搬出来个煤店，个制煤店简单得绝，嘿嘿，这个张房里向围队打发了，有个打发了，有个摊位一点点，哎呦，四三独立做女的，根据我现在个对煤店听上去了，不是黑位，我们做主三讲不打，我们当起来嘛，真正当10天了，可以拿11天了。啊，屋子头起来不打，真是听。雨水来了，到水下头老养着，嘿嘿，唔少客气，我来当。现在下午来了，要测试风水了，也没法当，又当我懂灯了。为啥？因为个灯啦有东西，那么灯也是懂呢，个妹妹之法嘛，也是生灯也是线呢，也是气末。啊，屋子墙上一部分3个脚头，刚刚在煤店。抄着一部分有的来个害人，神兄欲有怪故，要来了，来抄发抄发，就说大灯美的，下午来了，说哪张面孔啊也像大灯美啊，那么呢，看来大灯美个面孔挺重的，你等不搞等过来。开启发现大灯浪向，讲我来了，我快这里啊！来抄子我来背啊当出来个，背啊！我只想那个来骂门我，打不出还有一个呀，那打的什么定还？张房里向接另一个奖品，如果是打不出个奖啥，上面的那落不落的，那么重新再包上去，这个也无所谓的咯。我拿那位郎张口气，我今朝一定。打出来一，叫我来了喏，那个店没的抄下来，你当得出了说法了。那哈，我给到天老向背3个球子，这个街上的热地啊，哎呦来得来了哇！那我今朝个店没的抄下来打不出，我给到天老向背6个球子，那么那行口袋打，我口袋背。别让追问别的阿五子妈妈阿五子啊，你这个害人还要往东的啦！别个文兵斗里做你的这个害人妈妈来兄啊，我们兄弟3个秋子白子在了，该搞人搞个底细了，我们追问别晓得个。里向的老院王姓王是个大商家，开到几十万米，用几十万毛高档铜地盖的楼里楼多。王有王铜地么多啊，但是呢土地里向别个如此。这个王有王也很喜欢带一般读书人干的，那么呢，因为真的里呀，该种里啊用出两的那么不了不起，所以呢包一道灯美来子呢，2个被读书人啊在里向屋里下来不下来那么用出两个东西。那么王有王每天自个不会做了，可不要紧，请当地的一个穷读书人做的，那么来想。众多诗人做出来的美点，今朝不了光头才子做主赛的大嘛，还是问责保退，所以带你妈妈来兄啊，那3个秋子白子在来吧。主赛为一半张美点，抄过来嘛，我这个张王里看下来是对下的了。我的张王里啊，张王来了。打灯的啊？大灯浪向。我要大灯浪向我的，会看没灯的。这个煤店浪向叫多少了？煤店浪向的，叫11个胖子2头困，打神女一句。我们来打上门呢？来，让我看上个菜头哦。菜头这要紧。菜头要紧。大人夫君一包。哎呦，一包子夫君带啥崩啊？大概来个是，别去过来来没来地带里个。张王里啊，那么夫君一包子。来吃。这个11个胖子2头困，11个胖子2头困。来张上一张床浪向困11个大块头，哦哟，你多娘啊！这张床也要退哇，那困么11个大块头，一晚头困5个，一晚头困6个。哦，张王里啊，来听个是11个胖子2头困，打神女一句，我打一句叫5黑6中。
哎呦，我就这个5个黑个6个中个，全是一个。没，打了。两个人，干么呢？兄黑了中上个人。叫我的啊，那么夫君一不抓，或者装一张红白，装一张客人，让我到处去。用我那个没放心的在，你这个有我了，这种这个，到底都是，这样的大了都怪不来的。没事你想啊，马上回来啊。来，要去干啥嘛去？摸出来一张夫君，那来。一张。哦。这是样品啊，但不来给买下给，那么叫我的啊，为一个举的举啊，或者装一张红白可了。耍哪过来举的举了？也不说得了。耍你真的耍100发了？哎呀，你都每天老不是讲100张。来去看看看啊！还有100发个啥子的？来看再说啊！当然，夫君。一包，头名早是在500年。那是500个啦。根本都搞人家不来着。那不来。你几头小时1包，你小时1包，你背也不为我1包。背也不来1包。哎。这个太一个了。来，这个么不来？这是我的努力，1包2手背。那，让我来1包。你这样1包。哎呦，刚人刚才错看了还话，夫君1包包1包啊！为何不吃东的？哎呀，给往胸口的1包，那么在户外人一看，人家讲眼里像一个臭地子说来了，还本人讲是外背，那是做实在比是挺凶。搞头面人讲错看我胃也打来，超级你咱们个别多死人一口。哎呦，兄啊！这个一口深不可慢想。太水不可对呀。下午来了南京啊不动，大一点最难了。女的你好。哦，下午女子个个。有点好问题。我口服一点。那啦。下午你们不知个个。不知啦。你下午的啦，顺风凉菜馆妹妹子个啦。这个菜出来了。今朝时间不里吃一吃，一点水滴到鱼鳞里。吃了。再喝呢。那当第2件事了。那么两兄弟，再就下午来了，鱼子干、母子干，么看了一个第2点。叫人家第2点来个，那么下午来了，鱼正在熟。有点么子个。叫人家第2点不来个，那么说明个头1点缺一些。快！拿这个竹子在搞女劲的，你做上可怜。第1点每点吵我来，我就讲我的。听着。听他来玩。老弟在地上。每天让小个，这苍蝇都让眼皮了，但狗人一个。那么你干啥呢？来别讲，2个哥哥上了菜头。那个玩意菜头。菜头呀就，当然给来1千。哎呦，1千个给来都杀崩了呀！叫我的那么给来1千啊！你看，我写的多吧？眼皮上像有个苍蝇，这苍蝇都了眼皮上。打狗人一个。打个啥人啊？这个头面苍蝇东也不动，西也不动，都那个眼皮上。那么眼睛闭拢了还呀？这苍蝇都得来的。对。眼皮张开来了。张开来都不来的，张开来人呀！怎么的？苍蝇都让眼皮上当狗人一个，我当一个三国之里，张飞。那么张飞啥个人？张飞啥个人？张飞呀！不知道不得想说个张飞啊，苍蝇都让眼皮上张开来就是叫张飞。叫我的。那么1千个给来呀！出来找一找500克了，我找出去。那是比鱼大就高。马上回来啊！大家往前。那这个来了没等啊？刚刚付出1包，手里也1包了。给来1千哪谁发生呢？某根做皮外出来，某不带。
这个谁的谁的，马上给来了下一起，当当当当好的，来来，来着呢，怎么着？妈妈给来一起呀，给你谁样一起呀？哎呦，这高人高得像是丈夫就一包一包，给来一起起一起。没好，不吃农的还也给哎呦，只剩下一股子当不进，外国的去一口。哎呦，你来过啊，来得很会看哇！哎，家里一来嘞，妹子啊，那边送了让姑娘，动水啊！真的一口的还有兴趣啊！这是两毛的一口，给他是这问题。两毛的两白龙不门的，两把勾住了下来。上头有两个电笼，电笼里向有两个电，电门上向有2把铜的，本兵带过来，路上买的很在手里向，再去上头一口呢，马上地上向一放，2把铜的，这门神鱼马上身体在来喊，电门一开，路上电坐在手里向，高高举起，再去外头讲话里向，为敌天在。哎呦，今朝香雾娘怎么出风头啊？气出这个香雾来了，来这个香雾娘娘，香雾娘娘，那是啊？清风尚在身旁，洞里靠了身边，也在水中，跌了水里，弄大神女一句，大神女一句，我们来打一句说，弄大的那个在谁没法，什么水的那一松，这推起个这点。咱们来兄得意茅房上个人，得意茅房啊！这让你把农里放开到店，当神女一个得意茅房，做主山一口得意茅房，你把农里。哎呦，你来过宾我实惠哇！哎呦，这一份兵啊，怕俺你不晓啊！我之前我当时把你个漂亮就福州把改了1500不用上的。只三这个米口啊，搿面还有一只电笼，还有200铜的，还有一只电，一时一样的。搿么只三铜里做你的5少客气，搿个200小爷我不来噻。啊，我打个强的枪这个，对不着，杨开掉，对不着，杨开掉，反过来电笼门上，每天是抄下来一口，一时一样的大神女一句，每天是做出电笼门上200铜的。电笼门一开，一到电坐在水里面干举起，我对叫我了，听了子啊，听他来玩，洞地靠了村边，电那里水里，大神女一句，我打，只是刚刚也当么有这个卧龙，并不是么事，说法，像我来了，那今儿别动这个香我娘娘一人弟子我38味道菜浪费，这地毛放，这说法个这地毛放，非要这个做主山嘛别好说的，别要这地毛放啊！找我的啊！我们今朝没谁，黑名啊！一早点打沙特的嘞，面孔啊和不良心啊和嘞，像我来了，你打这个毛人的嘞，也是要打这个男子打出来哇哈，这个店咱们洗洗个洗走去等对不去。那个玩意委屈的。个熬不知不知道本想说的叫美人黑名啊，打啥也到店。这些该不是啊，来听靠大家来讲的，生存叫这粮食，该不是细节，送对待地了，便是西人来中啊，不是一少个，啦，不过是中国来西人，是不是35是叫这粮食，听至3嘛，中国要写个，写登不上，民不善，一日1年是听3有何区别？那么对于一个少听至3不上眼，这个当然不相信的。做有告示，不有告示了。总之一句嘛，是细节。做主噻，打啥一个点？妹子啊，咱来外头去哦。走起。
妹子情红。两位高女要办得大厅滴水一地，不晓得一个忙于等至半日的。此人心偏为痴，来年搞活了那个辰光，这辈的读书嘛，粗通分明，步步交代。等到来年搞一个事之后呀，嘿嘿，搞到个偏忙于，才是半点子来些人，叫哪个谁是我个来动啊动不得。不过交代荣光，那么那好办法，你数也数的，立也立的，一日三顿，故意也包下去的。那么实在不办法嘛，不里想出来一个急办法。啥个急办法嘛？给他王玉华了，包一只灯美袋子。那么这只灯美袋子个菜段了，个成品了，来让竹子山放在当个副局一包了，给来一起了，这种鲜味。但是每一只灯美了，为了吸引人家来了，这个木菜方面还有个头菜。那么个大灯美了，你也没必要当着这个大灯美个银子了，也几十两，甚至于800两。那么呢，甚至个朋友让专业的家庭讲这大灯美我们容易当下来，那么弄到几十两银子嘛，给枪手两可以微笑，非这么弄不弄的，那么哪办法呢？现在看到个下午来了，当一点来一点，当一点来一点嘛，二少脚，哎呦不要么少。这个到肚子没把那个下午来了打出，根本我们还办法呢，我那个你叫那还够呢。现在一看啊，哎，这下午来了，你不是诚心来当肚子没？你是来不想个了啊？所以有多了东西给他当一点，给他当一点。现在看的那往外出来嘛，先吃个朋友一动呢就嘛来了面孔。最在竹子山面一躬大地，这个来宝宝，竹子山一来嘛了，来叫你来宝宝们带不客气，谢弟弟呀，嘿嘿，雨后是的，哎呀，父母呢来宝宝说，我话真正开口么难为人，你来年搞我了那个辰光，再备了啊，粗通分明。自从来年搞故事之后，这个是搞各朋友分张开眼睛，加上一把来些人，那么现在弄得了一日三顿，吃早不习。我话实在没办法，开口啊真正难为人。那不吧，该打有只大灯美，这大灯美我晓得个是匹马，别个这匹马哪样子当我来法子嘛？那我们同时记一提个南京的啦，想来想去想不出。那么来不吧，我看那谁干活光当一点来一点，当一点来一点，是吧？刚刚一个朋友到了广东的，我看得蛮清楚，摆3个圈子，有些来大举出个，来不吧，你大人不做小人之过，是吧？那么你现在还能够帮帮我忙？你拿我这大灯来看，你看是你干我干是我们我来去当，那么我晓得个是匹宝马。这匹马毛出去了几十两，甚至于800两还毛下来个动力嘛来不吧？我等你那单操嘛单操，然后这思路嘛思路了，你弄6，我们弄4，来不吧？你还能够帮忙啊？来不吧？来不吧？来不吧？是啊，来不吧？做这3个人啊，就亲我不亲啊！你这里我商量，受人之急，拒人之难啊！我是中国大人。你这个人要凶，你也是要旺，根本没啥客气。我偏偏要打来烧，所以你也在代理操理弱，你夫妻帮你们说帮一帮嘛当，所以去来聚会。现在听见先知个朋友打里商量，各里大灯没，那么我只想没好啊。那么这个大灯没来了啥地方？来不把那，谁来给他失望里呢？你看到？书房里想包含一座嘴，是吧？疯人教育，那么旁边嘛树还有个尖尖的，也别吃这个线条。那来不吧？给他是好眼天津里向嘛，就接来一匹宝马，上头为几十个马鞭子，个马鞭子嘛来不吧？金格银格做头个3、5马呢，保有等不一也几十根的嘞。那么革命呢，为过了4再灯，那不谁是个电脑？来看，来看，哪打法？我们来看哦，好，
在一口嘛，心中有数。那么你追得紧点，我不打你眼睛中。哎呦，老伯伯，你手里仔细的，老伯伯，你请高么子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的白进去啊，不问信誉啊，拿着猪啊，当我吃脱你，吃。老伯伯，我现在是不也吃猪啊，我现在1-2个铜钿分，搿高人家蜡烛你背啊吃个啊，你最吃一眼，最吃一眼，你吃死眼猪嘛，力气生来。挖了挖，高涨吃在，你最大个为先叫孙伯伯的治理下鼓一声，高的说你是的，吃在了。那不把我分在问，你高要吃在的，那么个为先叫也是在，先叫是说。君家吃得酩酊大醉，今先可也得过此计。先叫我吃在的，哎呀死了啦！咁么我说，搿只老伯伯没喊我打你干一样。那个家东才重新为才是新干说啊，干不得干，你干次懂得没呀？干这个啊，我们再干下去啊，就是在干哈里懂得没？那么2位高女要在我的要提防顾灯啊。